喺台灣人，喺客家字體，我要講客家話。我是台灣人，有啥路幫扎吉他？我是台灣人，我講台語。母语是代表妈妈的话，也是代表着咱家己的历史甲家己的文化。这个语言若流失去，咱其实文化无法度继续来传承。人讲母语断，文化灭，我们不可能用闽南语来唱客家山歌，也不可能用北京话来演布袋戏。母语的教育必须要从小就开始扎根。我希望我未来的小孩可以在这个各种生长的环境里面、生活环境里面学习到台湾的本土语言。佢哋傳統社會，佢嘅咱嘅客家這個本事，其實呢，咱嘅後生嘅。打造母語新時代，大家做伙來。唔望講每一個人攏會當對家己母語有學習的機會。政府部門應該思考，安怎讓台灣多元的母語會當得到保存。教育部應該成立專責單位，來積極的推動落實本土語言的學習，包括充足的經費，包括提升教師的專業。咱台灣母語應該要列入去咱12年的國民教育內底，應該要必修的課程。咱應該佇高中、國中小學來，讓這少年學生有學習本土語言的機會。我支持咱公共電視台內底應該要增加母語的使用。我們必須要將羅馬字或者說書寫的系統合法化。政府必須承認我們的羅馬拼音是國家的文字，跟漢字一樣的重要。提升族語老師的鐘點費，我們希望在未來呢，族語老師都不要再流浪。希望講來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，愛互咱所有的母語攏是國家語言。我希望講這個代誌呢，會當趕緊來做，因為到甲咱發現有危機的時，就要來解決，定定都袂好啊！我們絕對不能讓我們的母語消失在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上。再次歡迎大家。